今仔日有上家教的课，有发现讲我袂记录，我有录音，毋过录的方式有可能处理无介好势，就录音失败，拢无声音。毋过我即摆有较清晰，就是较了解讲，足侪资源的，若讲有漏到一两摆有出册，就毋免讲先关头真艰苦，就是人生的智慧有愈来愈有即种，有愈来愈有去了解讲人生有时阵毋免一直看眼前，而且若讲感觉家己有的物件伤少就若亲像钱即件代志，做侪人为着讲什物偌济钱起冤家搁有仇拢是为着钱。对因来讲，可能就是讲无法度搁去趁搁较济钱，变伊会当控制钱，伊就足当算，拢足想讲，若有失去，伊的心肝头就足艰苦的。毋过伊无想着讲，为着甘即个钱财，有可能造成身躯白痛一寡疼痛，颠倒讲爱开搁较济钱，去互家己的身体会当恢复。有时阵可能无去改变即种看重一件代志的得到甲失去无去甲伊看互开安怎开钱去看病互医生看去安怎入院，有可能拢无真正解决问题。就是有时阵我就变做讲，我当爱想讲举一个例若今仔日我去教一个人，想要加讲台语，结果伊就甲我反对，讲你安尼讲安怎无介好变做介就需要去讲华语。若进前我的心情就是会讲哪会安尼？若讲即摆我就对足侪人我有法度的人，拢尽量拢讲台语的话。若对方甲我阻挡，对我来讲嘛是坐对象的其中一个。若讲有算长无法度去练台语、练讲台语，其实嘛毋免家看遐重。就若亲像讲有一个人，伊有足侪朋友若有倒一个朋友，伊就去配面，有可能伊就毋免艰苦甲安尼伊阁有其他的朋友。我即摆嘛是，就是我就上遐济课若讲今仔日就这家教的课无家传好好势，无录成功，无要紧我阁有别种课后回嘛会当顶摆我嘛有成功，就是讲若讲爱用一种完整的心理来对待代志是加艰苦的，就讲每届拢有，就是这届无就足碍弱的这拢是心理的因素。无你讲遐完整，甲讲有欠有让一届让两届，这嘛无要紧这嘛毋是讲做重大的代志。重大的是讲这个过程，毋是这个形式今仔日我嘛有去找一寡社团，毋是讲足特别去找，就是伫内底去找社群我就想讲用白话字来试看觅做我的字会使找字，结果有找着讲是白话字的一个群组。
其实讲来嘛好笑，就是讲我嘛有足侪群组内底无足侪，毋过嘛是有拢是用白话字。毋过可能有一种压力想讲我安尼伫遐写人会安怎甲我想？加少少拢会安尼想。毋过若是伫社群内底你拢用假名，人嘛毋知影这人是啥物人。安尼实在是会较自在，而且就算人约讲你是倒一个人，约着搁安怎，搁会当安怎？咱拢是伫网络顶头熟识的，真正无遐要紧。讲我的形象我讲啥若愈毋敢讲愈惨。我着讲。珍惜这机会会当加讲加开讲，就尽量这无要紧，因为我就是爱练讲，爱看一寡白话字。毋过若讲平常时会跳过人过因为无人甲我开讲足严肃。有时阵白话字的即个群组是有较严肃淡薄若讲这中文汉字台文有可能就是黑白讲，就讲袂要紧。若讲替人读出去嘛袂要紧嘛无，就是讲即个心情是较轻松袂讲对咧做严肃讲，因为白话字就是这群这阵人就做少数若讲搁伫内底甲人起屁面，安尼就变做嘛无所在好去去到台拢是共一群人伫遐伫遮无共款的平台。毋过嘛毋免安尼要意甲，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有机会会当哪练哪开讲。若讲人有济无济，迄其实无差偌济啦。我就是爱看我的目标是啥物其他的代志就毋免想济安尼，过来就是讲，即马有较自在，无遐紧张，而且嘛知影讲一寡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讲，要安怎讲呢？就是。做啥物代志，就是家己爱先去就是讲，若讲今仔日我想要去做啥学台文，想要写册，安尼即个时阵，其他的代志就莫遐看重，莫讲这嘛要学一个，遐嘛要去安怎今仔去听着这就。嘛讲安尼袂当搁去家己去改变家己的行的路无就是去影响着。这实在是变做讲，若讲人生爱有智慧，就是别人三七讲，我四六听就是毋免去想讲别人会安怎甲我想，无就是讲阮的天道会互人去笑，无就是会有一寡虚华，讲我足敖的这就是自信无够遐的人，较会安尼去较会安尼去苛刻去苛刻讲我这个人伫别人的心目中是几两重。若真正对家己信心十足别人安怎想根本拢袂受到影响。即摆爱行的路线有可能就是安尼毋免外惊讲别人安怎甲我想这就变做讲是一个境界而且嘛会当讲知影讲即摆可能搁伫学习阶段
无论是做啥，是学习人生，学习台语，学习我要学习的，有可能主家嘛有可能，有可能拢毋是上好上标准的迄种程度。咱人着定定为着安尼，着真艰苦，希望讲家己是上好的，因为咱看着别人拢是摕出上好的迄个，互咱看，咱嘛会见笑，讲别人遐好，我哪会差遐济？就是有一种比较，就会出现。这就是互咱人的心肝头无法度做轻松。即马就是讲，若会当学着物件，真欢喜，会当去想着讲，这学着会当囥我册内底，就毋免阁继续去想讲即个册啊嘛无人要看，也无就是讲我是讲即什物台湾第一个会晓去写什物册的人，会想讲有一种名声，会去有即叫做虚华，会有即种，这是一种欲望，人有一种欲望，拢希望讲，会当较臭屁的。毋过这拢是虚的，这真紧，这个名声，等等，这真紧就会散去。爱知影讲，毋免去追求这。有的人会甲你学老，有的人会甲你认同。毋过这其实拢是真真底，而且嘛做表面的代志。只是讲咱定定。为着要互别人学老，爱有好的名声，是众人拢看重的物件，变做咱无法度做家己。咱欢喜做的代志，若讲伫众人的观念头壳内底是无价值的，安尼就毋敢去做，惊家己做一寡替人起笑的代志。就若亲像即马台语的，台语的即个状况嘛是安尼，就是讲有的人就家己当做真无重要、做弱势一个语言，拢看轻台语，变做讲你若有一寡理念，你常使用，人会感觉讲这嘛介奇，毋是讲你今仔去学什物，较实行的物件，大家会对你学，大家会讲真呢，我若无对伊去学什物物件，我会讲后悔无？若讲你是做一寡较毋是遐有优势的物件，有可能就有即种，白讲。足侪人甲你认同，毋过我爱知影讲认同，互人认同，这到底有啥物意义？我爱摕掉我的欲望，是互人安尼学老，互人安尼抱的这种欲望，该摕掉了后，就知影讲我爱面对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是家己有趣味的，毋是讲满足我的欲望，就是大家学老，大家一直问，像讲我今仔日讲台语，学台语，就无人会加问一句，你去台学的，人阁会惊讲伊若表现讲对台语有兴趣，我会诱因去台安怎？毋过若今仔日我是去趁大钱，去投资什物伊毋知影，毋过稳赚的物件，迄当时人就会，即个反应拢无共款啦，拢会趁听，拢会新鲜，咱拢想要做一个大家新鲜的人，无想要做一个大家无法度了解的人，毋过就变做讲，
咱为安怎爱去做别人眼中的什物人，无法度去要伊家己想要做什物代志，会当做什物代志。即摆有即个优势，我敢若看到华语伫即个台湾社会优势，煞看袂到讲，我若去写台文的作品，对我来讲，我的优势，优势当然有啊，就是你去做就有啊，就欠你一本，为安怎，就别人袂去做啊。这当然就是一个优势，因为我有决心。毋过，若讲写欢喜的物件，有可能嘛是需要决心，毋过就是无欠你一本，嘛足侪人拢伫遐创作。若台文就是较艰苦啦，因为内底就是一寡意思是有失落的，而且大家嘛袂去看，若用听的，搁用看的，搁会当。谁会去看台文？本来就少数，毋过这就是会当留落来的物件，就是互伊留落来。以后会安怎嘛无要紧，就是家己想要头壳内底伫想的，用台文写出来。这就是我的优势。我若会当讲，别人安怎想，别人安怎别人的价值，甲我较无关系。我若有法度做到这点，就比任何人搁较厉害。若讲讲台语、写台文比我厉害的人真济。毋过若讲会当去想互开，即个眼光是较较超脱的，较安怎讲较旷快的，这可能毋是济人拢做会到，因为去估摸一件代志，无就是讲甲人起会面，无就是做故意的、做业虐的，这足侪人拢是安尼。毋过若讲袂扣分啊，看足开啊，做开快的，即种个性就真正少，安尼我会使去做一个想好清楚、想好透，就想讲这无要紧。进前当然会去要伊讲，是毋是互人封锁啊？是毋是有人安尼甲我念？毋过即马就是豆豆仔看互开啊，其实嘛无啥差，我嘛是做共款的代志，而且变做讲我知影讲家己可能去做啥物代志，伫倒一个团体有可能较无法度甲人较下味。若安尼，当然就是较早知影，就若亲像迄个古董书，处女座迄个古董书，我若较早知影讲，我甲伊的个性就是袂合，就莫讲，就知影讲维持较表面的关系，较袂起冤家，较袂有冲突，较袂扣伊分，若较早知影，即马嘛是共款啊。若讲知影讲倒一个团体有可能因的想法较严肃，甲我即种较安怎讲，拢是家己去想的，家己想的无去考虑真济，无遐龟毛的人有可能会袂合。若讲到时付出足济，搁伫遐起配面。就即马就较看较透，甲时间，甲家己的气力放伫家己个人想要做的代志。其他的代志咱就是会当斗相共，毋过毋免去投入去内底，因为有可能你愈投入，愈有冲突，因为
这都有理念的问题，都有个性，阁有态度吼，有共款的态度，这都问题都变无遐单纯。我都尽量拢是合适，参加去上课，毋免讲家变甲足无单纯的，去做啥物志工啊、义工啊，有时阵颠倒做这若甲人袂合，做歹收煞。我若要去找开讲的对象，我嘛是找着，就是哪找换一个名，人嘛毋知影这什物人，就开始开讲。这机会是有诚济啦，毋免去烦恼。而且即马是惊无时间尔，也无哪有惊资源无够，就是安尼啊。希望家己会愈来愈看会开，看较角度甲人无共，这是优势。就是你着甲别人无共，你就是看较开的。别人若讲会跳实面洗脑，就是毋敢讲台语，我着煞煞去管伊死去死去。无伤济药房讲，我着爱伫做顶丝啊，我爱伫拍喷的时阵会当讲捡着啥物顶丝有落款啊，有互人看中。我若放下这款的欲望，实在嘛做自在的。就是希望家己会愈来愈自在。就是安尼。